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3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以赛亚书60章17节到22节，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恢复。基督信仰强调上帝的救恩，接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，这是为了让人跟上帝复合，是一种关系的恢复。在信仰当中提到了上帝的救恩是赦罪，也是让原本已经离开上帝道路的人们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上帝的怜悯，可以恢复到无罪的身份。提到神迹以及医治的恩典，就是让人从生病的状态当中得到身体以及灵性的恢复。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人民，以赛亚书60章17节到22节这样子的提到，我要拿黄金来代替铜，银子代替铁，铜代替木头，铁代替石头。你的统治者不再欺压你，我要使他们以正义和平治理你。你境内不再听见凶暴的声音，你的国土不再遭蹂躏。我要向城墙护卫你，你要因我的拯救赞美我。白天你不再需要太阳，夜晚你不再需要月亮。我，你的上主是你永远的光。我，你的上帝是荣光，要照耀你。太阳永不下山，月亮也永不隐藏。我，你的上主是你永远的光。你悲伤的日子将要终止，你的人民要秉公行义，他们要永远继承这地。我亲手造他们，培养他们，为的是要彰显我的荣耀。你们最小的家要成为大族，最弱的族要成为强国。我是上帝，在时机成熟时，我上主要使这事迅速发生。福音书记载了许多耶稣基督的神迹以及医治。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4节记载了耶稣基督医治2个盲人的事情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，再往前走，有2个盲人跟着他，喊着说：大卫之子啊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屋子，2个盲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问他们：你们信我能做这件事吗？他们回答：主啊，我们信。于是耶稣摸他们的眼睛说：照你们的信心成全你们了。他们的视觉便恢复了。耶稣郑重地吩咐他们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。可是他们一出去就把耶稣的事传遍了那一带地方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把一个鬼附身的哑巴带到耶稣的面前来。鬼一被赶出去，那个人就开口说话了。大家都很惊讶，说：以色列，我们在这个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可是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。其实这是肉体得到医治，但也代表着人们与上帝的关系的恢复。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、神迹、医治，人们能够进入天父上帝的家，成为他所爱的儿女。诗篇146篇，要赞美上主，我的灵啊，你要颂赞上主。我有生之日要赞美他，我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主。不要倚靠世界的首领，不要信赖必朽的人，他救不了你们，他们一死便归尘土，他们的策划当天变成了泡影。那得到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！
那投靠上主他的上帝的人多么的有福啊！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他始终持守他的诺言，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。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，使盲人能够看见。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他爱惜正直的人，他保护寄居的外人，他扶助孤儿寡妇，但要挫败邪恶的人的诡计。上主要永远作王，锡安哪，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。要赞美上主。感谢主赐给我们救恩，让我们能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十架的恩典，得以与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